年第一个风台黄蜂黄蜂，上紧今仔日就会来形成。气象局讲，伫菲律宾东南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，有可能伫今仔日或者是明仔载发展做轻度风台。礼拜日到后礼拜二上挖近台湾。一日方面，也有淡薄季风增强影响，今日的天气明显水汽增加，比较较凉小快。日时，花莲、台东、中南部的山区较有落雨，气象局嘛对于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县发布大雨的特报。提醒乡亲爱注意方面通过时，阵雨的落较大。另外，今年第一号风台黄蜂上较紧有可能伫今仔日就会形成。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晚上形成了，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1640公里的海面上。目前资料判断，它可能在今天、明天2天有机会会变成轻度台风。讲这两天都有可能变成轻度风台，不过未来路线以目前各国预测资料来看，日本气象厅是估计会进入菲律宾西边海面到南海，再过上北带来水汽。美国联合风台警报中心估计会经过菲律宾东边海面上邦。那我们预估以大环境来看，周末的时候，热带性低气压或是它的外围环流有机会影响到我们天气。东半部地区、南部地区会有下阵雨或雷雨的机会，其他各地在山区部分午后会有阵雨。至于所下雨势大小，就是我们未来观察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强度的发展。目前预备资料显示，讲礼拜到后礼拜二会比较较晚台湾，不过伊的速度会紧甲慢，甲甩的方向变数也真大。气象局会阁继续观察。